现代人用手机啊，若会敲电话、用网络，阁会当翕相、翕影片。嘉义新港的新住民协会就举办社区生活记录的数位影音课程，若教这新住民用手机啊来摄影、翕相，也伫咧社区记录的过程当中增加社会参与。摕手机啊翕画面，新住民数位影音课程的校员用影像记录社区的活动。嘉义县新港新住民协会针对新住民举办数位影音的课程，希望伊会当利用手机啊摄影的功能，学习数位影音的制作。很多我们这边的大铁大哥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学员就把摄影和化妆的技巧应用在这些老人，让我们也学以致用。会当互因会当做数位的部分，会当独立的完成一个影片，会当互因咧会当加社区做融合。这是阮这个课程上大的主要的目的伫遮。为着要互老大人翕起来更较有精神，新住民校员搁替长辈化妆。上课的老师讲，新住民校员一开始较会惊甲生分人接触，课程的内容甲社区来结合，若有真侪认识的机会，嘛互校员豆豆啊增加自信。我甲因讲吼，恁爱训练恁家己爱安那面对镜头，因为恁过来未来恁会去甲人翕相，啊帮人翕的时阵同款啊，对方嘛惊你的镜头的时阵，你都爱安那爱甲鼓励，鼓励互伊面对镜头的，互你翕起来搁较自然。一定好玩啊，因为你从不会从零变成会，我觉得是一种成就感。嘉义县社会局表示，嘉义县目前大约有13000多名的新住民，过去因若是需要进修，拢爱家己去找资源，或者是家己出钱。即个透过新住民发展基金的补助，互社区甲新住民团体有合作的机会，提供新住民伫社区学习的资源，也互有更较侪社会参与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